焦點視頻陸鏡與數字解密嘅時間，熒光幕見到陸鏡與老師喺度。Hello， 大家好，我哋又見面啦。嗱，老師啊，今集咧我哋要講呢一個名人嘅案例啦吓，咁啊同上一集咧又係有少少關係嘅喎，就係羅傑承先生啊。嗱，咁啊大家近呢幾年其實都少聽佢嘅名嘅，咁點解咧？因為相對地比較低調啦，咁啊事緣咧當然就有好多一啲嘅新聞啦或者事情係牽涉喺入邊啦。嗱，咁啊睇翻羅傑承先生咧，咁其實佢就從事呢一個娛樂事業為主啦，咁啊。但係咧，近90年代開始咧，咁其實佢都涉足呢一個嘅娛樂同埋呢一個嘅體育嘅事業咧，咁啊兩樣咧都一齊做嘅嚇。咁啊，尤其是啦，咁大家都知道啊，我哋嘅其中一個嘅傳統嘅足球勁旅啊，南華咁啊，就係佢做過呢個南華嘅班主啊。咁大家我相信都可能相當回味嗰段嘅時間啦。嗱，網上資料顯示啊。1959年嘅6月8號咧，就係羅傑承先生出世嘅時間啦。嗱，咁啊，透過佢嘅姓名嘅筆畫啦，同埋佢出世嘅年月日，咁啊，到底有啲乜嘢我哋可以睇到咧？例如可能2014年啊，佢嘅一啲嘅案件啦，咁啊一陣間會問下老師啦。同時當然就有2017年佢又離婚啦。咁啊，當然啦，近呢幾年亦都其實都有傳過下噶啦，就係話佢一啲嘅財政上面咧都有啲困難啦咁樣。咁所以咧嗱，今集我哋不如請個老師咧就住佢嘅數字能量去講一講啦。多謝你收睇我哋嘅節目。睇正式內容之前，幫我哋點讚、分享同埋建設性嘅留言。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好節目嘅推動力。同埋最緊要訂閱我哋嘅主頻道焦點 FM TV， 一有最新嘅節目，你就會即刻收到通知啦。好啦，唔阻你睇片啦。好嘅，咁按照羅傑承係啦。咁羅傑承咧，咁佢嘅筆畫相對嚟講咧，佢都係一個係一生人咧，就都好適合做一啲係策劃演藝界甚至可能係好有能力咁樣去，有陣時做一啲老闆咁樣，咁會令到佢真係會係喺人生嘅前列當中都係曾經係揾過大財富嘅氣象嚟嘅，佢嘅名都起得幾好嘅，所以咧佢可以咧係獨當一面，甚至係可以令到佢人生咧都識到好多啲高人係好多人幫助佢喺佢一生當中咧，相對嚟講係大起大落。但係佢都識咗唔少嘅貴人咁佢成個命運嚟講咧，係喺佢前半生咧，相對嚟講係事業各方面都算係威煌嘅但係後半生咧，咁就真係會係人生咧就好容易又落咗一落千丈嘅咁佢包括佢事業啦、婚姻啦、財富啦咁佢晚年都唔係咁理想嘅咁佢容易會係破財都幾大嘅喺晚年嚟講同時咧喺佢人生當中咧佢亦都係有好多好容易惹到啲官司包括係刀槍槍咁之類嘢嘅氣象嘅喎咁呢個詞咧叫做48嘛，48咧咁咧又後背有個8503啦就代表咧佢好容易發生一啲意外嘅事件嘅喎例如咧係可能俾人斬啦，或者係可能會受到自己可能係有啲殘疾各方面嘅出現嘅咁都要特別留意嘅喺一生中咁佢相對嚟講咧，佢首先咧就，但係佢嘅人咧佢就係天不怕地不怕嘅，佢亦都係個人咧好正義嘅，亦都有時候都好中意幫人嘅所以佢嘅人咧黑白相交嘅係所以咧佢嘅人咧就咩人都係交啦，總之佢係
係咁樣去面對事情嘅嘢嚟嘅，佢唔逃避嘅嚇。所以你嘅一生咧經驗都係幾豐富嘅人嚟嘅嚇。咁相對嚟講咧，佢就係喺嗰個姻緣上面啦，相對嚟講咧就係好難到竇啦嚇，即係容易破姻緣啦。但係咧佢又唔結女人嘅喎，係啦，都會係有女人黐埋嚟嘅，因為佢始終佢個人咧有陣時都對人幾好幾關心嘅有時嚇。不過咧佢個人咧就會係好獨立嘅嚇，獨立性好強，好中意一個人空間嚇。咁成個佢做嘢嘅方面咧，佢係策劃能力好強啊。係啊，如果佢走演藝界咁方面咧，咁佢都會周圍走啦，成日嚇。佢固定一個地方係好難嘅嚇，所以咧佢嘅錢財咧真係要周圍喐動，周圍走咧先會賺到錢嘅。係啦，相對嚟講咧，佢到晚年咧都係有負債嘅機會，甚至有官司嘅會困擾嘅。都要特別小心嚇。咁同時咧，亦都係有子女多嘅一個名係起得好啊嘛，係有128咧就代表佢咧就係有子女都會多嘅嚇。咁亦都最起碼都有幾個以上啦嚇。哦。咁同時雖然佢依家係冇結婚啦，但係佢都有女朋友喺身邊嘅，係。咁樣咯嚇，佢嘅財富方面咧有啲人就話會唔會依家冇財富啊？又話係有唔會留翻一筆係自己咁樣，咁有人係咁猜測嚇。但係我喺呢度睇到嘅咧，佢啲財富確實依家係好糟糕，即係出咗大問題嘅嚇，唔係話並唔係自己留翻啲，唔係咁樣嚇。所以佢有好大嘅開支，亦都好大嘅壓力啦，依家都。相對嚟講要留意身體嘅方面咧，就要個肝功能啦仲有係要腎肝腎方面、泌尿系統方面都會特別留意。係啊，所以冇咁夜瞓啦佢都好夜瞓有時都影響個身體係。咁但係嗱，如果學你話齋啦，即係其實我哋睇到啦，現時佢嗰個嘅財政上啦，或者即係預測啦，佢嚟緊可能個財政咧都會繼續有一啲嘅問題或者惡化嘅跡象啦。咁同時佢身體健康亦都有問題喎。咁始終佢年紀大㗎啦嘛。咁你話喂，即係唔可以話喂，我靠燃燒自己嘅身體咁嚟去賺取金錢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例如電話號碼或者風水上邊又點樣可以幫到佢改一改下咁咧？佢命中咧，佢要揾6886或者係4994亦都可以係呢啲數字喺佢電話中嘅話咧，咁佢可以化到佢啲疾病同佢衰難嘅咁或者佢強啲嘅話都可以到1331嘅，但係咧就晚年咧就冇建議佢咁大咯咁就68嘅氣象比較適合佢多啲嘅。咁而家電話中有呢啲數字有2、3個嘅話咧，咁佢生命當中應該佢有翻轉嘅機會，甚至係健康方面都有好轉嘅佢嘅命運會順好多會化解到呢方面當然咧就佢有時候咧就比較猛所以有陣時淨係傷肝啦所以添加啲14、41呢啲數字喺電話當中嘅話咧，咁又都會令到佢抵開咗好多，冇咁猛會冇咁會即係開心翻啲咯，抵得開啲咯呢個就對佢有幫助嘅。OK 嗱，咁我哋今集透過羅傑成先生佢嘅姓名啦、出世年月日啦，咁我哋知道咗究竟佢嘅即係數字磁場點樣影響佢嘅命運咁當然啦，頭先例如老師提及過一啲嘅方法啦。電話號碼或者咧數字風水上面咧，究竟係點樣可以能夠幫到大家趨吉避凶咧？咁其實大家不妨可以喺翻螢光幕嘅右上方見到有個二維碼嘅，掃一掃可以揾到老師嘅聯絡方法。同時影片資訊欄咧都直接可以揾到老師嘅聯絡方法嘅。咁大家記得可以盡快聯絡老師咧進行預約啦。嗱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一集咧我哋同老師咧再講下一個嘅名人案例啊。好，拜拜。拜拜。
影片到呢度咧，真正完結啦！麻煩大家幫手支持一下我哋嘅影片製作團隊，呢個支持係免費嘅，只需要點讚、留言、分享就可以啦。如果你想睇到更加多即時同埋有用嘅新聞及資訊節目，我哋建議你立即免費訂閱我哋嘅焦點 FM TV 呢一個 YouTube 頻道。多謝支持。